本草纲目当中有讲到乙甘子、米甘含、毛土，也个乙甘子讲的都是油甘，油甘年产体印度。台湾第四年100年，如有人带入来种的，大枪式说起来是酸酸涩涩的哦。民国40-50年家下，家家喺本人拿来做咸酸甜，尤其睇喜棚嘅底下都有人买哦。未系几多老一批嘅人会繁衍嘅人搭，下摆上山做事也会带恁纪念嘅来解决。不过里面又太又甜嘅果子变多诶，油甘都常常无人特色的。油甘树每本人多啊，存冇一多头诶。喺台湾哦，是得讲会40年都冇看到诶哟。有很多年来有专家学者研究讲，原来油甘该滋养，某啲农该从美国出间呢来鲜肉推广。农民限制呢合作社，想要有韩国多年认识一个阿婆级别人搭。做蜜饯，然后呢，也可以入菜，也可以煮水、煮茶喝，然后还个走的做果汁。第五个圆圆个泰式嘅方式果汁，按做酒感，肉切到煮酒，打乱落去，加住支酒，调整对煎都好食。油甘多了那个酸甜的感觉，还有它的因为它有很丰富的纤维质，所以它有一点脆脆的。苦瓜的味道啊，它跟这个酸涩干脆苦下去哦，哇，超美极的哈！拌配小嘅猪肉加油甘強下煲，豬肉是到油甘嘅高速，當加出落落，出50包安油。油甘會吸個味道，然後那個肉質啊，肉質啊會變得很甘甜，唔會酸酸澀澀的。冇處理過嘅油甘，下酸下澀，當上意為哪類生食？民國40-50年間下，長條本意拿來做鹹酸甜。小時候就是蜜饯啊，黃色的，外面好像裹了那個甘草。然後當時那時候只知道很好吃，然後也不知道它有什麼功用啊。那以前知道這個東西叫油甘？不知道，就是蜜饯。因為其實以前老人家較看戲咩，嘅戲棚底下嚇，不路段就往下嘅。當然以前因為一蓮園嘅動態咩，係因為以前用一角一角安尼，有嘛？冇咗一蓮園嘅話嚇，叫做賣10粒係。油甘細長，洗澡過後煮多個6塊類，也係撈幾口筆，為很難認為。切嘅過後嚇，就用沙青，到後不用沙青嚇。差唔多3斤嘅果，3斤嘅果用1斤嘅糖水滾過後吼，就直接沖落去。雖然油甘就落在油sau很油色，不過包妹就會甜甜嘅轉甘，落入杯間兒，起身烘做食，總會帶幾粒對住喝。嘅試起來吼，油甘啊，油甘，有沒有的有啊，油甘啊，傳去嘅好多種啊哈。啊，躺起來衝個油甘嘛，那翻譯成國語嘅哈，直接就變成油甘了。不過40年前，當到油太油甜嘅果子進口落來，油細油酸嘅油甘，甜甜嘅，冇人愛食，冇人愛買嚟。數個也不然倒貼，貴重其他嘅作物，油甘就甜甜嘅冇睇嚟。不過兩岸當然，當到學者專家研究，油甘當自然，苗栗農鬼廠也當什麼來推廣，中埔提起就是群農民就開始種油甘。因為有個苗栗農改場嘅輔導，有專家輔導啊，也個油甘嘅作用種油甘嘅技術並防治病蟲害，然後種油甘也個莖根葉樹果全部就有個利用嘅價值。大哥採這果子還蠻辛苦的哈。有可以賣錢，想到的時候可以賣錢就可以了。看你說一顆一顆，然後彎下腰才能採到。對，因為我們現在沒有大的再採了。如果是大的再採的話，都是這樣一擼啊。
九到11年係吹酒柑嘅時節，為咗開下，為一條起水，一碟累砸。排水要好，個冇積水啦，個因為佢本身係耐乾旱，個佢話唔驚水，個苗栗嘅土壤有冇？佢係微酸性嘅，佢就適合種嘅嘛嘅油柑。酒柑本單係前土長酒界，推翻14年1800年變呢，採鹽來做，茶水本4年2千，糖農貴廠嘅建議，開始入酒嘅方式來做，像係拍草掠豆都當好心力。冇辦法講像台灣一年那樣全部錯過槍啊，因為過槍對嘛植物來講，唔係一個好嘅事情，因為土壤也冇辦法去鬆動個水分咧嘛保持有沒有？嘛唔係講以後，所以就加用這種草生栽培一種方式有沒有？希望就達到共利。所有的時間大概有80%以上都耗費在除草，還有就是修剪那個枝條啦。但是比較多時間還是除草，所以我現在一直在想方設法如何解決那個草的問題。我們申請有機認證啊。然後本來我們就是要救人的東西，你還撒藥，那不是太過分了。不過中國入時10年研究冇看到酒柑地，啲價錢唔多，種類按樣板做、樣板賣都係問題。受至農民自家整合作社，大幫引導向下來打拼。向下成立合作社呢，來推廣嘅油柑啊，然後合作社有40位哈，40位嘅沙雲啊，還個產銷班的班員有33位。加入合作社啊，大家一起共同努力，讓更多人知曉，然後推廣它。因為佢嘛的創始會員有來自於因為企業主啊，有當多位要從嘢頭家用嘅，佢是佢就有上中下游，最後變成一條龍，按這樣嘅油柑有冇這樣有發展。冇呢啲為推廣加動力，行家合作社就係一個平台，農友也就得大幫領來交流，為到增加產出，除了世界機會，也壓發動到中介產品。我們有做油柑醋、油柑酵素，磨成油柑粉，把它曬乾成油柑的乾果。我們也有社員做面膜，做精華霜，還有做手工香皂。我們會做很多方面的利用。生產酒柑一斤大概為200個月，連當老師嘅冷達，即下變做各種產品，很難有幾個價值。老日輩嘅人大概想要某些想過，酒柑沒有按到入土，連當人老師都還記得嘅美水，也用冇用嘅方式繼續傳下去。